欢迎收听10月30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，大家平安。我们要分享今天的经文是以西结书14章12到23节。以西结书14章12到23节，在今天经文中说到，即使挪亚、达尼尔和约伯3个人都住在那里，他们的一行也只能救自己。至高的上主这样宣布了。挪亚、达尼尔和约伯3个人是住在什么样的环境呢？我们透过旧约的圣经叙事，我们很清楚的看见，在他们当时的环境是一个充满罪恶的环境。而这里说到的达尼尔，其实另外一个版本说到的就是但以理。有人说这个但以理是但以理书里面的但以理，也有人说这个但以理呢，是在远古时期一位族长，他也生活在一个充满罪恶的环境，但是他在那个时候活出上帝的心意，照顾这些鳏寡孤独者。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再次看见，信仰没有派代表的，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所行的来向上帝交账。而在这里这个罪恶的环境中，上帝在提醒这些以色列的子民，对上帝不忠的后果是他们要面对审判。而这个审判没有办法因为群体里面有几个义人就能够救整个群体，而是这些义人他们只能救他们自己，而我们也按着我们所行的救自己或者是害自己。在这里更多的表明是，每一个人都需要为他自己的信仰来负责。再次的来思想，我们是否是有尊主为大？我们是否真的有离弃我们心中的偶像？我们是否在主的里面常常的来回转悔改，以致我们的生命是尊主为大？求主帮助我们更多的透过以西结书先知的眼光，到如今仍然在照亮我们心中我们所不明白、所缺乏，还有很需要来到上帝面前求他的爱和他的公义来充满的地方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透过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对上帝没有忠心的结果，以及对上帝有忠心的结果。是主，你是公义的，你按着我们自己所行的要来回应我们。但主，我们也感谢你，因为你也透过这段经文让我们发现，在那个罪恶的环境中，一定还有那个愿意活出尊主为大的义人。主啊，但这样的义人能够救的也只有他自己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还是要按着自己所行的向主来交账。求主你也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愿意自己就悔改来到你的面前，叫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这么行的时候，这个群体就会有更多的盼望，这个群体就能够带来翻转。这个翻转是主你亲自翻转我们，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活出上帝的心意。主，恳求主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对你忠心，好叫我们所在的地方，我们的社会，我们的国家是一个荣耀神你的地方，是一个彰显主你同在的地方。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，邀请你给我们5星好评，也愿上帝赐福你，鉴察你的忠心。我们明天见。